趙醫師你好，今日想請教一下咧，柏金遜症係一個慢性嘅腦部衰退疾病。咁喺中醫嘅角度入邊咧，可以點樣幫助一下柏金遜症嘅病人呢？嗱，柏金遜症咧，柏金遜嘅呢個係西方一個西醫將個腦退化所出現啲症狀綜合喺一齊，就叫做柏金遜症。柏金遜症咧係有腦退化，咁變咗咧腦個功能咧冇辦法正常等呢個生活。佢有3個症狀好明顯嘅，第一個咧就心跳慢、血壓低、四肢肌肉無力、便秘。當呢啲症狀出現以後咧，跟住逐漸越嚟嚴重，就會手震、腳震記憶差便秘咁瞓得唔好咩症狀都會出現。咁係喺《傷寒內經》入邊咧，就都係屬於咧太陽經同埋太陰經。太陽經咧就屬於營衛失調。咩叫營衛咧？就係個新陳代謝血液循環唔能夠正常個運作。呢個太陰咧就因為咧佢身體好虛寒，入邊啲血管硬化，影響到咧腦供血不足就腦衰退咁需要用個藥咧，就要睇下佢嗰日嚟睇嘅時候，佢個人唔同，出現咩症狀就用咩藥，用咩藥方。咁呢個藥方咧，當你太陽經嘅時候咧，就多數都要用翻黃芪桂枝湯或者苓桂縮甘湯就促進佢身體個血液循環正常翻。咁屬於太陽經、太陰經咧，就用翻咧，等佢咧係內部個血液循環暢通大便暢通就要選擇。有時候咧用翻啲瀉藥湯，瀉藥湯咧就係附子、宮薑、甘草，等佢啲血壓提高啲，心跳加強啲，咁血液循環暢通暢順就有力，肌肉有力，咁呢個病人咧就會變咗咧緩遲衰退。如果你唔調理咧，又便秘身體毒素又高就越嚟嚴重，就會失去咧佢個平衡，甚至會涉及咗咧記憶都衰退，唔記得啲嘢唔認得咧啲仔女咩名都可以咁嚴重嘅。